大家好，我是嘉慧老师。今日要分享台语认证考试的重要提醒。要讲即个口语甲外头的部分哦。好，考试生老师先讲，一定爱知的物件，即个物件无知，也是减一项歹势，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考试，所以一定爱知哦。第一是乌色圆珠笔3支，伊讲老师为虾物一定要乌色的？因为该考卷的时阵，迄个考试单是扫袂到电脑，互老师看，所以乌色是上明、是上清的。第二，爱知字笔的鉛笔，为虾米呢？因为画卡的时阵会用到。第三，符啊。第四，七大哥，伊讲老师七大哥是啥？七大哥就是立可带吼。伊搁学一项啊吼，七大哥吼爱记咧查，袂使用立可白吼，啊无用甲规世界，考卷用甲规世界，安尼到时阵主考官会感觉讲你即个考卷无啥清气，也是用无好势，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考试哦。后来老师要来先讲。口语考试爱注意的所在，第一，伫掀开试题还未开始说明的时，就爱准备第一条要讲的题目，也就是讲，掀开的时阵可能音乐还未开始，应该已经开始放啊，毋过伊还未刷时阵，你会当掀开，就来开始看第一条题目，就爱开始准备啊，毋通伊放了。开始念题目时阵，较来准备，安尼你就会袂赴。第二是台语拢头题目，毋通念伤紧，嘛袂当念伤慢。为虾米呢？因为你念伤紧，有可能第一你会念毋对去，第二你的音若念毋对，搁有你的音念毋对去，可能就会扣分，也是语序念对去嘛会扣分。第三。你若念伤慢，有可能你伫个2分钟的时间内无法度念好了，也是会扣分。伊就是要甲你测出，你会当伫即个2分钟的时间内念好正确，搁念好顺，这才是伊评分的所在哦。第三，论述题，要准备之前，会当先要甲讲的写落来，至少要有3至4项的重点，基本上。看伊问的问题是2个，还是3个？若是2个呢？你至少爱写3个。伊若问3个问题，你至少爱写4个。重点记录就好，看你想到的，你看到的题目是虾米货，安尼较袂造成讲你讲的时阵内容伤空，还是讲内容无够，还是讲文不对题这都是袂当犯的错误，也无你的分数足低。来讲外头的部分，老师拢有在讲，平常时着爱加读寡有文学式的台语册，做试题是上基本的哦。即个有文学式的册，即马足侪足侪你咧市面上啊，也是讲你看老师 YouTube， 我拢有小解一寡会当读的台文的册，因为。做试题只是考试的准备的一部分，你若是完全考试题，安尼我感觉你进步的空间有限，所以你一定爱去看有文学性的册，安尼较会进步较紧，而且内底有一寡语序，你考外头的时阵，有当时你会吸收到无共款的语序，伊安怎使用，安怎变化。第二，因为外头的部分，因时间是相同的，但是当着较无遐的部分，会当先要上。较近的答案，老师要讲上台甲到部的有差哦上台伊会倒扣，到部伊袂倒扣，所以到部的你着尽量摇无要紧。上台你爱想清楚，若无法度选出你心中的答案，安尼迄条你着莫写。毋过你嘛袂当讲伤济条无写，安尼到时阵你的分数会。无法度摕足悬分这是老师甲你的提醒。最后，老师想要甲恁讲，我的新的台语册《台语认证中高级甲写作讲义》呢，我后个月12中要出版，我会甲要登记的链接放咧下骹，欢迎大家来收听。
我即本册会教大家讲要安怎一个考试的美甲，啊，佮有即个练习写作的题目，欢迎大家好，安尼咱后摆再会。